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7月初7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，创世纪27章第1节到17节，罗马书第7章第7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自我分裂。对自我的认知的错误也是混乱，会产生真无好的结果。咱看见伫旧约以扫甲雅各兄弟中间的相争，最后是决定伫以扫对家己这个大囝自我认知的这个问题，伫今仔日的经文来看，好那亲像是雅各假先做以扫的身份，来骗得了以扫这个大囝的名分。但是事实上，是因为以扫伫进前，因为拍拉转来了后，腹肚真枵。就为着弟弟所煮的这个红豆汤来出卖伊家己大囝的名分。伫圣经的记载甲咱讲，有一天雅各咧煮红豆汤，以扫拍拉转来，腹肚真枵。对雅各讲：“我枵到直要死，互我一罐红豆汤吧。”也因为安尼，伊的名叫做以东。雅各回答：“你将大囝的名分让互我，我就互你红豆汤。”以扫讲：“好，好，我直要死啊！大囝的名分有啥物路用呢？”雅各就回答讲：“你先我来咒诅，将大囝的名分来让互我。”以扫就咒诅，将大囝的名分来让互雅各，所以雅各就摕遐面包甲红豆汤来互以扫。以扫食了起来就离开。以扫竟然就安尼来看轻这个大囝的名分。这是记载伫创世纪25章29节到34节。因为伊对家己身份的认同、认知有真严重的自我分裂，所以当伊伫腹肚枵的时阵，大囝的名分看起来就无重要，甚至就会当互人出卖去。一旦伫单纯咧面对老爸互大囝祝福的时阵，伊就倒转来到伫大囝的身份，因为安尼就互雅各来抢去着得到祝福的这个机会，了后伊就有真侪的埋怨啦。圣经创世纪27章第1节到17节的经文安尼记载：现在以撒已经老啊，目睭也痴迷啊，伊就调大囝以扫来，对伊讲：“我的囝。”以扫回答：“我伫遮。”以撒讲：“你看，我已经老，离死无偌远啊。你带你的弓箭去到伫遐，我来拍蜡，照我所爱的口味来煮好，摕来互我食，互我通伫要死之前甲你祝福。”利百加听见以撒甲以扫所讲的话，就趁以扫出去拍蜡的时，对雅各讲：“我拄则听见你的老爸对你的阿兄以扫讲，你出去拍蜡，照我欢喜的口味煮互我食，通好我是死以前，伫上主的面头前来祝福你。我的囝，你着听，
照我的话去做。你到羊群的中间找2只肥嫩的小山羊仔来，我要照你的老爸所爱的口味煮好，你通摕去互食。伫伊死进前来祝福你。但是雅各对老母讲：“你知我的阿兄规身躯全毛，但是我的皮肤却是骨溜骨溜。万一老爸望我发现我欺骗伊，我不但得袂到伊的祝福，反倒当家己来得到咒诅吼。”伊的老母就回答讲：“我的囝，互我来承担咒诅，照我的话去做吧。你将山羊牵来。”因为安尼，雅各就将羊牵来交互老母。老母就照老爸欢喜的口味来煮，然后将以扫留伫厝里上好的衫摕出来互雅各穿，用山羊毛来滚伊双手甲颔棍光骨的所在，将煮好的肉甲烘好的面包交互伊。就对犹太人认知甲因的文化来看，以扫确实有认知混乱，甚至到伫自我认知分裂的一个程度。也因为这种为着红豆汤，咱咧讲这是肉体的需要，就放弃着大囝的命运。咱讲的是甲上帝的关系。这就是离开上帝的宣誓甲做法，就是得罪上帝。保罗对律法以及罪的教导是这个非常严厉的。伊甲罗马教会基督徒讲，若安尼，阮通讲法律本身是罪吗？当然毋是。但是正着法律，我才知罪是啥物。若毋是法律讲毋通贪心，我就毋知贪心是啥物。做正着法律的命令，找着机会，伫我的心里激发各种的贪婪，无有律法，做就无机会通好来做断。我进前生活伫法律以外，后来有法律的命令，罪就活起来，结果我伫罪中来死。原来法律的命令是要互人得到性命的，可是对我来讲，伊反倒当带来死亡。因为罪正着法律的命令，找机会来引诱我，也正着法律的命令，逼我到一死。摩西法律本身就是上帝圣神的，法律的命令是神圣的，是公平的，是良善的。对安尼来讲，是迄个良善的，互我死亡吗？当然毋是，是罪。只是罪正着迄个良善带来死亡。为着要互罪的真面目更较明显，正着法律的命令，罪的恶性就来变更较厉害。会抵到一个基督徒离开上帝的原因，就是自我认知的分裂甲混乱，无够看重家己伫属灵顶悬的身份，上帝儿女的名分。伫要想要爱的时阵，就放弃着做儿女的身份。一旦失去上帝的祝福，却想起来我是上帝的儿女。安尼分裂的自我认知，就会抵到家己亲近上帝，也是这个离开上帝这个中间来踅来踅去。保罗又搁安尼对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讲：阮知摩西的律法是属灵的，但是我是属肉体的人，已经未互罪做奴隶。我竟然无明白我所做的，
因为我所愿意的，我偏偏无去做；我所怨恨的，我颠倒去做。我若做了无愿意做的事，我就不得不承认法律是对的。既然安尼，我所做的并毋是真正是我咧做，乃是伫我内面的罪咧做。我也知伫我的内面，就是我的本性的内面无有良善，因为我有行好的意愿，却无行好的能力。我所愿意做的好，我偏偏毋去做；我所无愿意的歹，我颠倒去做。如果我做了我无愿意的，就表示毋是我做的，迄伫我的内面的罪所做的。心内无愿意，却反倒转去做。保罗指明，这是人分裂的心态。28节到19节的经文特别讲到，因为我有行好的意愿，却无有行好的气力。我所愿做的这个好，却偏偏无去做。我所无愿意的歹，我所颠倒去做。安尼矛盾的心态，互人来离开上帝，离开真道，去追求迄个肉体短暂的需求。会通讲，这是罗马基督徒无有好的信仰行为的见证，却行出这种无下伫真道的生命行为，失去了迄个见证。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，查某囡仔着斟酌听，详细听想，着袂记得你的百姓甲你老爸的家。王会恋慕你的水，伊是你的主，你着顺服。太后的人的人民会送礼物，百姓的中间好雅的会来对你求温情。王的新娘行伫宫内非常荣华，伊穿金线绣的礼服，伊穿绣花的礼服，互人带到伫王的面前。潘家会在媳妇对伫后面，嘛来到伫你的面前。因欢喜快乐，互人带入去伫王宫。你的子孙会线接你的列祖，你要设立因伫全地做王。我要互你的名代代受纪念，万民会永永远远称赞你。求主帮助阮来持续追求甲上帝立约的关系，看重着上帝的祝福甲应允。伫面对生活中间济济的引诱，会通坚持行伫上帝真道顶悬，成做忠心的军队者。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